各位，政府公布金融發展局嘅任命名單，主席係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，成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同20位非官方人士，包括銀行公會主席洪丕正等等，任期2年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，滿意施政報告嘅受訪市民比起不滿嘅多，總體評分係56.4分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用電話訪問咗大約1000名市民，大約36%受訪者表示滿意施政報告，不滿嘅就有2成4%。另外35%人評價係一般半，整體評分有56.4分，比前特首曾蔭權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略低。下一節新聞題要喺9點49分。各位，一個男人涉嫌攻擊港大民間全民投票計劃網站，被控企圖刑事毀壞罪。案件喺粉嶺裁判法院提堂。28歲被告陳卓賢否認控罪。由於被告冇律師代表上庭，案件押後至下個月18號再提訊。被告獲准保釋，案件預計要審3日。舊年3月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舉辦模擬行政長官選舉，但係投票網站同手機應用程式懷疑遭人攻擊，最終要改用實物選票。警方經調查之後拉咗被告。睇下今期六合彩嘅結果係2號、8號、14、25、43、44，特別號碼11。11點會有晚間新聞。